喂，Gary啊，最近啲樓價跌得咁犀利，你話佢有冇辦法升翻上嚟咧？咁我同你講啊，唔好聽啲所謂嘅經濟學家亂咁分析，真相根本就唔係佢哋所講嘅嗰一套。你要了解房地產，一定要知道呢啲唔係開發商嘅遊戲，係國家嘅底牌。首先將咩人口嘅負增長、供不應求、GDP 增速全部忘記晒佢，啲詞咧就聽起身好高級嘅，其實根本就解釋唔到真正嘅樓市。我哋要問一個問題啊，國家點樣先可以變得有錢？靠印銀紙？係咁，津巴布韋晨早變咗世界首富啦。真正嘅財產係咩？係你每個月出完糧，袋入你袋嘅剩低嘅錢，國家關心嘅就係呢一筆錢，你點去處理？存入銀行，國家唔敢喐，因為你隨時隨地都可以攞走嘅。你去消費，稅費收咗啦，但係呢筆錢流動得太快啦，根本壓唔住。咁點算呢？國家揾到一個終極嘅收藏工具，就係房地產。塊地原本成本係零，買地收一筆，發展商起好再買俾你。你攞出未來30年嘅人工去借貸買房，係咪？錢呢？國家收咗，用去邊啊？科研啦、基建啦、芯片啦、衛星，將民間嘅錢變成國家嘅底，呢個就係樓市一個政治功能啦。你以為樓價嘅升跌只係市場行情嘅變化？唔係，呢個係國家隊嘅一個操盤戰略佈局。樓市可以跌，但絕不可以崩。一崩，地方財產就會斷血，金融系統就會爆雷，信心全面崩塌。同美國嘅股市一樣嘅道理。企喺我哋嘅角度嚟諗啊，係要保住樓市，因為樓價早已經係國民嘅財產，已經綁死晒㗎啦。M2 指數仲響度上升，銀紙仲響度放，趨勢已經好明確，根本冇變過，方向好清晰。要記住一句話：聰明嘅人避嘅係結果，唔係過程。你睇得明呢個邏輯，恭喜你已經超越咗90%嘅人。如果你仲係猶豫緊樓市是否會上升呢？即係你仲係未清楚、未搞得明白。呢個係國家隊嘅一個財富重組遊戲。見到呢度嘅朋友，記得俾個關注，俾個 like。